兄弟姊妹平安，高早。虽然天气真冷，毋过到咱的礼拜天真温暖啦吼。咱同齐来唱，来练习诗歌，每一首唱第一节甲第二节就好。
的心来敬拜咱的上帝。主今仔日是清明的节期，祝阮大大主日，然后真侪阮的兄弟姊妹回到故乡，对思缅怀因的亲友。主啊，感谢你，你是阮永远徛起的所在。主一代一代过去，因上帝你永远无有改变。每一个世代，你拢是阮的主，家族的主，也是阮个人的主。安尼，你的拯救临到阮。主，阮的日子快过，但是上帝啊，你是阮安稳通徛起安稳的港湾。上帝啊，互阮少念你的同在，少念你是永远的主，搁我的主，阮的忠心的仰望在地你，你也是阮永远的归属。我们献上阮的感恩，伫今日阮的敬拜，慢慢共款献上阮上界深对你的敬拜。你是永远不会改变的主，阮用你来敬拜，愿你这个荣耀，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时间已经到，请咱备万心来敬拜上帝。
帝啊，求你听我的求救，就听我的祈祷，我的心失志的时，要对地的尽头求求你，求你带我到比我较悬的石盘，因为你是我的避难所，做我坚固的堡垒，通抵抗对敌。我要永远住伫你的步边，藏伫你的十股下。这时，请咱来吟诗，学罗上帝，圣诗222首，上帝做阮代代帮赞。请阮起立来吟全首。这时，请咱三甲额头来祈祷。慈悲疼叹的天父，你是满有慈悲怜悯的上帝，我们向你祈求，求你施展大能的双手来医治拯救这块土地的人，让阮会当无再过受肺炎的迫害，本着怜悯的心，互病毒彻底消除。也求你免除阮人的忧虑甲不安，求你使阮有坚固的心。除去心中的惊吓，引带阮脱离这个凶恶，也求你赐下阮所需要的医疗资源，加添平安的力量，予第一线的医疗人员，也求主保守患者会当得到医治，也会当停止病毒的传染，也求主赐下智慧，予医疗甲病毒的研究者早日找到解决病毒甲来源来控制伊。主啊，你是全能的上帝，万物都是你做的，伫你面前无可能的代志。也求你保守看顾这地上的囝儿，免除病毒的威胁，早日恢复正常的生活。感谢你听阮的祈祷，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这时咱要交读启应文，启应文第33篇，也是诗篇139篇。
上主啊，你有监察我、捌我，对前远你嘛看会出我的心思。我的所行所做，你嘛拢知。你已经知我要讲啥物。你亲手保护我。遐尼关心，超过我的了解。行到倒位，我才会当多闪你。我若落阴间，你嘛伫遐。也是去到日落迄边。你的正手嘛会扶持我。叫暗暝甲我食早。暗时亲像日时遐尼光。上帝啊，你的意念实在真好了解。我若要算，比海山较多。上帝啊，求你监察我，知我的心思。求你指点我，互我无歹的行为。这时，请咱会众三甲用圣诗427首来学乐咱的天父。日斜西山，愿主你甲我大，请咱起来传首。
受上帝的话，咱今仔要看的圣经节记载伫约翰福音第11章，咱要看的是第1节到第3节，第17节到27节，过来是38节到44节。第1节有一个人叫做列撒罗，破病住伫伯大尼，就是玛利亚甲伊的阿姊马大大的庄舍。这个玛利亚捌用香油抹主，搁用头毛擦伊的骹。伊的小弟列撒罗破病，这2个姊妹找人去见耶稣讲：“主啊，你所疼的人破病。”耶稣到伯大尼的时，才知列撒罗已经葬伫墓内4日。伯大尼离耶路撒冷差不多3公里。有真侪犹太人因为马大甲玛利亚的小弟的代志来安慰因。马大听到耶稣到位，就出去甲伊迎接。玛利亚游玩坐踮厝内。马大甲耶稣讲：“主啊，你若有伫遮，我的小弟就袂死。甚至现在，我知你无论对上帝求什么，伊拢会予你。”耶稣甲伊讲：“你的小弟会阁活起来。”马大应讲：“我知伫末日阁活的时，伊会阁活。”耶稣甲伊讲：“我是阁活，是活命。信我的人虽然死，也阁会活。所有现在咧我来信我的人，永远袂死。你有信无？”马大应讲：“主啊，我信你是基督，是迄位伫要来世间的上帝的囝。”耶稣伊阁真悲伤，来到墓遐，迄个墓是一个洞穴，有一块石塌的。耶稣命令讲：“甲迄块石刷开。”死去迄个人的阿姊马大甲耶稣讲：“主啊，伊死4日了，已经臭啊。”耶稣甲伊讲：“我减无甲恁讲，你若信，会看见上帝的荣光。”因就将石头刷开。耶稣夜目向天讲：“爸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有听我的祈祷。我知你不时拢有在听我的祈祷，毋过我安尼讲是要为着徛伫周围的群众，通互因信你有找我。”讲煞，耶稣大声喊：“列撒罗出来！”迄个死去的人就出来，伊的骹手十步，面用巾仔包咧。耶稣甲因讲，甲伊透开，互伊行。圣经读到遮，愿上帝祝福听伊话、佮照伊话行的人。正道，咱要请本堂黄牧师，伊今仔所要分享的题目是列撒罗的死甲搁活。姊妹平安。今仔日是清明，所以咱就有兄弟姊妹甲咱相同组织，也有真侪咱的兄弟姊妹倒转到伊的故乡，甲因亲人相群，然后来追思、来缅怀伊的亲人。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日子。我相信伫这个日子的中间，这是咱伫华人的中间，这是非常重要的日子，因为生死是正人的大事。所以今仔日咱有兄弟姊妹无伫在座，可能伫视讯、直播的所在，甲咱相同敬拜。相信上帝甲咱三甲同在，出入的兄弟姊妹得到伊的保守。伫过去有几礼拜，咱有讲起即个家庭伯大尼之家。即个家庭有大姊马大，所以马大为着接待主耶稣基督，伊安尼真无用，所以主耶稣代讲。马大啊，你真无用，无用甲心思安尼恶杂，脾气无好，心烦意乱。这个玛利亚呢，伊就坐伫主耶稣基督的脚前，经上介好的事。这个家庭非常特别，马大非常温群来接待耶稣，玛利亚羡慕耶稣，然后坐伫伊脚前。然后圣经佫有记载讲，玛利亚捌献即个香膏抹伫香油抹伫主耶稣基督的骹，佫用头毛来切，来表达对主耶稣基督真无保留对伊的疼。伯大尼即个家，
甲主耶稣基督有真深的一个情分。所以约翰福音安尼讲主耶稣平素听马大甲伊的小妹玛利亚以及伊的小弟纳撒路。圣经特别讲这句，当然主耶稣基督听咱所有的人，但是这句话也表达主耶稣甲这个家庭有一个特别的情分伫遐。所以咱有几礼拜来讲起这个家庭，每一个人要怎样甲主耶稣基督有一个互动，安尼。然后圣经内面有足侪篇足长的这个经节来记载这个家庭，以及在这个家庭中间发生的事。所以我相信对着圣经的记载，安尼咱会当对这个家庭有一寡学习。个人代表马大这个人，也代表玛利亚这个人，那今日咱要来对纳撒路伊的事来学习真理。咱三甲来祈祷。我用感恩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我的上帝，你是阮永远徛起的所在，你是阮的主，你是阮的愿望，主啊，你是阮未来的归宿。主伫这个特别的日，阮会当来追思阮做亲人，过去因甲阮相同做伙的生活，现在有真侪亲，阮的长辈搁伫阮的身躯边，也有一寡离开。阮甲伊有欢喜的事。主嘛有忧伤的事，甲伊做伙是通纪念的，但是离别的时阵嘛，互阮带来真大忧伤。主啊，但是伫你来看，圣徒的死是看作贵重，你也看甲忧伤的人同忧伤。主，所以你特别来重视生甲死的事。阮今仔日当主席。正兄弟姊妹伫遮，尽力感恩，阮有的日子，拢有你的陪伴；有的日子，拢有你对阮的了解以及接纳。主啊，也有你收拾阮的困难，阮的行人生的路。所以，阮尽着真深的感恩，讲你是阮的主，你永远无改变，你是阮的主，阮的愿望。主啊，透过今仔日，主阮过来思考，主你甲阮的关系。主啊，透过今仔日经节。来帮助阮明白真理，也带来互阮愿望。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主耶稣平素爱马大甲伊的小妹玛利亚，以及因的小弟纳撒路。今日所读的圣经记载一项事。主所听这个家庭，以及主所听纳撒路破病，这个家庭面对真大一个危机。在当时的社会，只有男性才有这个社会地位，这个社会权利。咱早前伫台湾的时阵嘛是拢安尼，毋若是台湾，全世界嘛是拢安尼，只有男性较有迄种地位。除了伊是伫母性的社会，所以当这个厝内底的查甫人纳撒路，因的小弟破病真危急的时阵，这个家庭陷入真大一个问题，因为男性是这个家庭的条件，希望失去伊家庭会陷入真大的困难。所以两个儿子马大甲玛利亚都派人去向主耶稣基督安尼求救。安尼讲一句，主啊，你所听的人破病，性命危急。所以对着信心、对着信仰来讲，因听主耶稣基督，当然因嘛得到主耶稣基督来听因。这个是因全部仰望伫主耶稣基督。因相信耶稣有能力会当医治纳撒路，就亲如过去因对主耶稣基督认捌，医治做这病人。互草的人听见，互青面会当看见，互变水会当行路，互弯腰的人会当徛直。主耶稣会当解决一切病痛，解决一切问题，会当救因来脱离这个家庭的绝境。所以你当想象一个情形，在这听候的时间，马大甲玛利亚两个姊妹啊，拢守伫这个真衰烂，
而且慢慢安尼无性命溃烂的这个垃圾路的床边，因心中非常着急，就叫人去叫耶稣来也未到，真着急咧听候。但是主耶稣基督恩前，伊要及时赶到垃圾路的边来医治伊，垃圾路死。这句话，死乃是正人的大事，死乃是众生的大事。所以病痛、死亡，大家拢唔敢非常大，唔敢安尼真细意。而且无论付出偌大的代价，无论用偌济钱银，都要挽回亲人的性命。有一本册叫做《Healing at Any Price》，意思是讲，我愿意付出所有的代价，任何的代价，来得到医治。因的代价，因所会当付出的，会当得到帮助，就是主耶稣基督。但是因的亲人离开。那伫教会中间，阮做牧师的人，上界优先爱注意会友的情形，而且上界优先处理的，就是关于咱会友的病痛、甲死亡。所以呢，若是有兄弟姊妹住院牧师应该第一个知，第一个去到病院探视，来了解因的病情，为因来祈祷。因为这种关怀，甲伫病痛的人徛在做伙，是表达对因的一个关怀。但是，主耶稣基督接到垃圾路破病危急的消息，伊的回应无照咱平常所理解的方式，伊听候2天。伊所踮的所在。北大年其实甲耶路撒冷离无真远的所在，听候2天，然后这个时阵毋知耶稣伫倒位。2天了后，垃圾路过身，伊较启程前往北大年。这是友谊的听候，友谊的眼前。垃圾路死，圣经讲起当时因厝内底的情景，甲咱现在同款。厝边隔壁因的亲友，拢来到马大马利亚的厝内，来为着垃圾路来祈求。当然，因会当做就是安尼陪伴马大甲玛利亚，安慰因，了表达对因的同情，甲对伊的哀悼。垃圾路死已经无能为力，大家所会当做的就是安尼，就陪伴，甲哀伤的人相甲哀伤。这是咱正人所拄到的一个情形。世间人对死的宽恕，无有任何抵抗能力，忍到接受忧伤陪伴的一个过程。死的宽恕夺厝人的性命，互咱人生一切安尼幻灭，希望消失，所领受的得到一切安尼失落。垃圾路死了后，伊的尸身放伫山洞挖出来的坟墓内面，过了4天，4天，主耶稣才来到北大年，进入这个家。如果咱是在场的时阵，咱可能有一种的反应，这位耶稣甲这个家庭非常的好。这个主耶稣，我听见过去伊捌医治真侪人，帮助真侪人，加真大的一个信者。这个家庭嘛是派人去安尼请来，希望会当照伊过去所做的、过去阮所听的伊的事迹，安尼我嘛当期待这个垃圾路会当得到医治。但是伊来了足慢，已经伤慢，发生的悲剧已经无法度挽回。可能这位耶稣只是会当做，甲阮同款，嘛是甲阮相同为着这个家庭来哀伤
来哀哭，来表达对这个家庭的同情。伊所做的可能就是安尼而已。兄弟姊妹，这是咱现在对着丧家会当做的事，就是安尼。有一个牧师兼作家叫做史蒂明，伊讲基督徒是所面对上界大一个难题。个人信仰嘛是安尼，信仰的态度嘛是安尼，相信上帝是主爱，相信上帝有全能的，全能阁有主爱。安尼，伊应该做真多对咱真大利益的事，而且有能力。问题就是，上帝并无照咱的期待的时间甲方式来作为，反倒当永远伊所疼的人，伊所疼的家庭遭受真大的悲痛、死亡、苦难、失落、病痛、绝症、婚姻破碎。有真侪时阵，咱必须要单独、真痛苦来面对咱人生各种的挣扎。这是咱的难题。上帝有主爱，阁有能力斗相共，但是伊无及时，互咱脱离这个困难。所以，咱对上帝信心有一寡的犹豫，一寡的摇动。最近我协助2个家庭来处理因亲人的个别的一个对事。2位呢，拢是安尼90岁以上这长辈，上帝互因真大的惠寿，这是一个福分。所以厝内底人嘛无啥物种遗憾，你甲伊讲时，就安尼真坦然、无遗憾来处理这个代志。这是一个真理想的一个事，伫真大官惠寿。儿女陪伴身躯边的时，安尼来离别。但是我想起过去几年，咱嘛捌办理几位这中年、壮年这兄弟姊妹离别的这个别对事。伫咧处理过去的中间，会是想起因厝内底人未来所要面对这最多苦难、这难题，对着这遭遇，少年。我就提出合理的一个解说，慢慢唔知要安怎用信用的话来安慰、来鼓励，因为这是非常真困难接受的一个事实，也需要面对未来我都定着的一个未来。最后所祈祷，咱亲像伫人的苦难中间来稳重消息，无照咱所期待的，咱嘛为着祈祷恳求，但是上帝敢无照咱所期待行神迹奇事来拯救伊脱离病痛、脱离死亡。这也是马大甲玛利亚因所面对同款信心的一个挣扎。咱相信耶稣基督，咱相信伊的能力，咱相信伊的疼，但是这个信心，咱亲像无法阻止苦难、悲剧发生伫伊所疼的人身上。当马大甲玛利亚记到主耶稣基督的时阵，因同款一个反应，问同款的一句话：主啊，若是你伫遮，我的小弟就袂死。那这种的话，那就是一种信心的宣告。伊讲：我相信你有能力会当来医治我的小弟，互伊无至到是死，因为你是全能的上帝。但是另外一方面，这句话嘛表示一种信心的犹豫。我捌对你来求救，我对你来呼求，但是你竟然眼前，你要及时伸出你的手来医治，安尼我的小弟，我所疼的人，也是你所疼的人，亚撒路已经死，所有希望已经幻灭。兄弟姊妹，这是咱常常拄着。也常常会发出的一种的反应，苦难互咱对咱过去无法挽回的苦难、痛苦，安尼非常的后悔非常的遗憾。所以咱常常会当想要恢复过去、挽回过去，重新再来一遍。咱常常会讲，如果迄个时阵，
就袂安怎。如果迄个时阵，咱有做啥物处理，咱无做啥物种毋对，咱若重新来过，咱若重新做一种无共款的方式，就袂发生这个问题。这种的反悔，可能是对家己。过去我可能做了无够，做了毋对，可能做了无啥物作为，安尼造成无法度挽回效果。但是伫这个时阵，这句话咱是对主耶稣基督讲的，主啊，如果迄个时阵你若当较紧赶到，及时来到这个所在，你有迄个能力赶到伯大尼，你有你的能力会当医治我的小弟，安尼我的小弟就袂死。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讲，但是你无照阮所期待的时间，照阮所期待的方式，期待互亚撒罗脱离死亡。安尼，阮陷入真大一个苦难，极深忧伤悲痛。主啊，你做无够，这是咱信心的一个征战，一个疑问。我相信你也捌对主耶稣基督提出这种的抗议，特别你拄到真大的问题的时阵，这也是基督徒常常拄到咱信心的犹豫，咱的信心的困难，用咱有限的智慧，用咱有限的眼界，咱无法去看透人生的事，特别是苦难，特别是亲人离开，特别是亲人伫咱无暗藏的时阵离开咱。所以咱来问上帝讲：上帝啊，主啊，为什么？为什么？如果你若是伫遮，如果你若是愿意，你当及时伸手你全能的手，安尼阮就袂失去阮所疼的人。这是对咱这个角度，对玛利亚、马大的角度来思考、来面对、来反映这个事。但主要所基督有另外一个心思，为着因陪伴另外一条路，就咱亲像以赛亚55章所讲的：我的意念毋是恁的意念，我的路毋是恁的路。天怎样比地较悬，安尼我的路比恁的路较悬，我的意念比恁的意念较悬。主要所基督有伊家己的时间表，听候2天，伊的时间甲咱的时间按算无共款。主要所基督想要成就的事，成就荣耀的事，可能甲马大、玛利亚所想的无共款。伊要证明，伊比医治还佫较有能力；伊要带互人的祝福，比医治互人佫较大的利益。为了这个目的，伊有伊的时间，对人来看是延前，但是伊的时间是正确的时间。主要所基督哪亲像有延前，但是无伤慢吗？主要所基督延前嘛袂误事。这也是咱过去在信仰中间所理解一项。主要所基督，伊用伊超过人的理性、超过人的经验的方式，要来显明上帝的荣耀，而且带互人更较大一个利益。所以亚撒罗死了后第四天，放伫坟墓内面，伊的身躯慢慢已经朽烂，而且表明讲死对人的角度、经验来看，已经是无法度挽回的一个事实。啊，死就死啊！这些事实已经袂当去做啥物货，只有接受这种的真痛苦的接受。但主耶稣基督甲玛利亚、马大军队真侪的亲人来到坟墓面前，伫遐对着这个坟墓洞来喊：拉撒路出来！这个已经死的拉撒路，安尼身躯都包着布，包着巾啊。安尼对坟墓行出来。兄弟姊妹，伫个所在，主要所基督成就的事，我相信，互众人伫遐着惊，主要所基督竟然会当互已经完全死的人对视过我，超过因所期待，超过因所想的，迄种大大荣耀，迄种的着惊，我相信是人无法度比拼，是过去因无法度伫世上看见即种遐尼荣耀、遐尼伟大的一个情形，所以。主要所基督讲，所做的事毋是为了我家己，乃是为了这个众人，因当看见，因当归荣耀你，因会当来证明主要所基督有互人对视过我一个能力。
只有主耶稣基督有这个能力来透过人伫死亡中间一切合作，会当来冲破死亡带来阴影。所以，哥林多前书15章讲到一个：是啊，你的胜利伫倒位？是啊，你的毒气伫倒位？感谢上帝，伊通过咱的主耶稣基督，互咱得到胜利。得到胜利，因为死是最后伫咱人生中间一个对敌，而且是无法度去克服、无法度去赢过。但是主耶稣基督伊来，伊有国外的能力，伊来赢过咱无法度克服的一个死，这是最后一个对敌。苦难、死亡、试炼，这是伫咱人生中间一直咧存在的一个事实，咱无度避免。不义的人，那像伊遭受歹的报应，但是问题是，主耶稣基督所疼属地伊的百姓，嘛是共款安尼，咱无度脱离这个事。差别就是伫罗马书第八章所讲的。啥人会当测量基督对咱的疼？是患难、困苦、迫害、妖恶、散车、危险，还是惨死？兄弟姊妹，伫这个所在并无讲什么人，主耶稣基督会当阻止这个代志发生，并不是安尼讲。咱是讲，当咱拄着困难、患难、迫害，这所有一切事的时阵，嘛袂当来测量主耶稣基督对咱的疼。这个事袂晓得避免，但是迄个差别就是，伫咱遭遇这个代志的时阵，主耶稣基督嘛是伫咱的身躯帮助咱。但正如主耶稣基督，伊知影，伊会当互拉撒路对死过活，但是伊嘛是共款，甲马大、马利亚同情甲三德提靠。所以伫咱患难的时阵，主耶稣基督，伊知影，伊当克服这个事，但是伫咱患难中间，伊甲咱相同徛起，伫咱身躯边来显明伊的疼。所以，更较大的事，无论是死，无论是活，嘛是共款，拢袂当测量上帝通过咱主耶稣基督对咱的疼。这是咱对疼一个体会，咱对疼一个信心，咱对疼一个信靠。无论上帝允准什么种的遭遇临到伫咱的时阵，拢袂当改变伊对咱疼这个事实。伊的疼永远咧做工，但是是照伊的时间表。伫上界好一个时机，上界好的方式来成就对咱上界大的利益，以及伊的荣耀。这是耶撒路死佮国活带互咱的真理。弟姊妹，耶撒路国活，当然有人讲伊国活，但是后来佮死互伊国活，佮后来佮死，安尼有啥物种意义呢？当然，咱每一个人嘛是共款，咱是上帝所疼。我相信咱也拢非常疼上帝，但是咱也知有一天，咱会面对这个日子的临到，咱会迎这一天。但是在这个信息的中间，主要所透过耶撒路对死国活，互咱确信伊家己所宣言的一项事：我就是活命，我就是国活。信我的人虽然死，也阁袂活；信我的人一定永远袂死。透过这项事，嘛要有过一项，无偌久了后，伊要受定十字架。但是照伊所宣告的，第三日要国活。人要怎样来相信这项事？透过耶撒路伊的死国活，这个见证，这个荣耀事实，要来证明伊所讲、伊宣告的事，伫未来也要来成就。伊同款面对死，伫十字架顶死，然后伊要国活，要用国活的大权能证明伊就是上帝的囝，是上帝的弥赛亚，永远的上帝，生命的主。弟姊妹，今仔日是清明，当咱去对书、去陪望的时阵，面对咱的亲人，毋知你的眼光停留什么所在？伫过去。美好的事，
真深的这个回忆，美好的回忆，但是已经死，放伫遮。或者咱有一种的心思，咱有一种的看法，感谢上帝真美好的事，甲伊同行，伊暂时困。伊是上帝所听的，但是我相信主耶稣基督的话，伊是活命，伊是告我，信伊的人永远袂死。伊无伫遮，见香烂，归伫上帝荣耀怀抱中间。如果咱有这种的观念，咱有这种的信仰，这也是耶稣路伊四个啊，互咱的一种的真理，带互咱的信心，伊有能力超过人理性经验，袂当克服死亡的款势。而且我们见证，一个主耶稣基督，互耶稣路对四个啊。死亡毋是一个终点。如果若是陪亡的时阵，我相信爱对遮个亲友讲，有时咱去到迄个所在，三重心亡，甲三重对视，但是咱的心思意念是伫天顶，因为咱的亲人伫遐，毋是伫遮。死亡毋是一个终点，毋是一个据点，是一个倒点。故事要阁继续落去。现在咱做事做务的苦难，嘛毋是一个据点，一直落去是一个倒点。毋知啥物时阵，上帝要互咱的天口变做是欢喜，互咱过去的不幸、苦难、困难、危险、绝望，会当解除这个事，互各位主耶稣基督带互咱真大的头棒来成就更加大的荣耀的事。所以圣经内面嘛讲到一项。保罗所讲的，这是真短、真轻的苦楚，但是呢，为了成就未来至大荣耀。啊，姊妹无比的荣耀，这是咱所期待。耶稣来告我，要证明一样事，主耶稣基督有一天要借着十字架赢过死实的权势，而且主耶稣基督互耶稣来告我，伊家己的第三去对世人。中国啊，为着咱开始一个新的未来，互咱有仰望讲，咱的未来是非常荣耀。暂时的苦楚，暂时的死实，暂时所面对的苦难，当主耶稣基督显明伊的荣耀的时阵，一切拢要过去。马大甲玛利亚暂时忧伤，甚至伊的信心有摇疑，但是透过这项事。透过因的苦难，上帝伫伊的时间、伊的方式，成就无比超过咱所想的荣耀的事。现在可能咱嘛伫苦难中间，同款，咱嘛是听候对主耶稣基督期待讲：主啊，虽然我无通明白，但是我相信，照你的时，照你的方式，主啊，成就超过阮所求所受的事。暂时的苦难，暂时的离别。暂时的失落，上帝，我哋未来永远是充满阳光、有仰望、无比灿烂的荣耀。咱三甲来祈祷。主，你伫阮的身躯边，当阮哀伤的时阵，甲阮相同哀伤；当阮是真深的患难的时阵，你陪伴阮行过死荫的山谷。上帝啊！你无离开，虽然有时阮敢若亲像看袂到、感受袂到你的同在，但是你的心思、你的作为，拢不断显明伫阮的身上。你知阮所有的情形，有时你嘛眼前，但是透过眼前来表明你更加大的疼、较大的作为、较大的心者。所以，阮有信心来到你的面前，听候你讲。你永远无离开，也听候你荣耀旨意作为显明的时刻。主啊，我们不断学了你的名，我们不断倚靠你，存信心伫你面前，坚定信靠。我的主袂死光，我的主永远听候成就对阮上界大利益的事。凡事互相效力。
要互听你人得到利益。这是你对阮的听，阮信靠，阮相信你的听。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这时，请咱来吟回应的诗歌，圣诗582首。慈悲疼叹大人君，请咱起立来吟全首。
请大家压头来祈祷。阮伫天顶的爸，感谢你赐予阮逐项稳定甲温顺，互阮得到智慧甲财物。当献上阮的金钱为你所用，表达阮对你的感恩，愿你接纳，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请坐。这是由我来报告，请咱掀开周报来看本会的消息。第一项，本主日4月初3是清明连续假期，照常举行华语甲台语2场的礼拜。小会有关于2场礼拜正常的聚会。连续假期游玩是2场的礼拜。第二项，双联团契伫咧4月13到15要举行东部的灵修之旅，若有意愿的，请往麦水执事来报名。新竹中会中区受难日联合圣餐的礼拜，伫咧4月15拜五暗时7点半，伫咧中正教会要举行，欢迎兄弟来参加。第四项，幸福小组福音的事工3月起开始实行。第一是雅国幸福小组，伊的时间是主日下晡2点。好所在幸福小组是拜一暗的7点，学生幸福小组是拜六暗的7点半。本会有设立幸福小组事工专案的奉献，请兄弟代祷甲奉献。第五，军旗圣礼典预定伫5月初1要举行。心灵洗礼甲坚信礼需要完成的洗礼课程，请往干事来报名。第六，创世纪查经班本礼拜二4月初5暗时7点半，伫1楼要举行聚会，主理请徐小阳长老。第七项，需要2021年个人奉献证明的申报者，请伫1楼招待处来登记。以上简单报告。咱要欢迎谭凤莲姐妹，非常欢迎咱参加咱的礼拜。伊住伫迄个东大路最附近遮尔啦吼，近近啦吼，所以欢迎你常常来。拄则伊嘛有参加即个华语的礼拜啦吼，所以咱华语的礼拜有哪安尼照过去甲无共款。过去若是即连续假日咱就安尼暂停。但是呢，现在开始有这连续假日，咱嘛是共款礼拜，所以今日嘛是真侪人出席哦吼。是过去的时阵感觉你两礼拜阮欢喜休困，阮就请假吼，阮就休假迄个感觉，礼拜嘛休假啦安尼吼。但是呢，这应该是咱较正常，就是讲咱2样礼拜拢是真独立，咱所以咱会延续一个礼拜。若无转去若无出国，咱嘛是爱来教会中间来参加礼拜吼。非常欢迎咱谭凤莲姐妹吼。迄个新白长老有没有要介绍的新的朋友？前面2位。是对。对，非常欢迎。这有时阵咱就会做伙啦吼，甲这亲人3人做伙吼，安尼所以光荣教会嘛是恁另外一个家。所以呢，伫咱家庭中间的代志时阵，咱光荣教会嘛是拢安尼3人安尼出席关怀，是甲咱参与伫这家庭遮做这事，所以不用见外吼，安尼。而且也祝福咱兄弟姊妹得到身躯的健康。疫情开始有一寡变化吼，这过去无啥共款，有可能想讲要一方面有台湾方式的一个防疫的方式，这个方式敢若也无讲真明确啦吼。不过咱亲像讲咱嘛真注意咱注意咱的这疫情的自我保护。但是呢，一方面嘛是政府有意可能共存啦吼，安尼，因为所大拢是亲情，毋真大问题。但上帝保守咱，真大一个变化。政府嘛无讲阻止咱袂当聚会吼，所以咱应该做这疫苗，咱就去做吼。有提供真多这保护的方式，咱就安尼去做吼，安尼2遍3遍。若需要第4遍，咱嘛去来做吼，安尼所以互咱来保护咱家己平安。
上帝祝福咱互咱伫出入拢咱得到平安。这时，请咱来吟祝福册签的诗歌，圣诗400首，愿主仁爱甲恁同在，请咱起立吟全首。金丝线，请黄牧师祝祷。上帝恩典、慈悲甲保护的圣手，愿全能的上帝、爸、囝甲圣神的恩典，伫恁的顶面，直到永远无煞。阿门。请坐，入座，我先结束。